压轴之战。新疆拳手伊利夏提是全力联盟舞台上取得全胜战绩的选手。哇，对手泰国选手萨瓦苏克呢，也是位名将，经验很丰富，对，而且技术拳感真的不错。17胜3负，13次 KO 对手。伊利夏提是9战全胜7次 KO， 双方都是 KO 专家，重炮对决。查勒破萨瓦苏克，全名是查勒破萨瓦苏克，泰国这名猛将。虽然身材上我们看是比伊利夏提身高要差一些，臂展上也弱一些，但是这纹身看非常多的泰国选手在距离把握上，在节奏上还是有相当的独到之处。他的出击时机相当的准确。好的，伊利夏提，他的擅长内部打击，前后手的衔接。一上来啊，查勒破萨瓦苏克利用自己的连续出击，已经让伊利夏提鼻梁有点出血状况，但是伊利夏提迅速的找回了自己的节奏，对，两侧打击。伊利夏提是稍微有点慢热的选手，对，他擅长是内部攻击，腹部勾拳。而且他可能没遇到过比他矮的选手。对，在这个级别里，他其实属于矮个子。对，这个级别，哦，伊利夏提的重炮，这个级别超重量级168磅，伊利夏提的身高呢也只有1.78米，臂展1.80米。当然，泰国选手查勒破萨瓦苏克也只有身高仅仅1.70米啊，臂展1.73米。拳拳到肉，伊利夏提现在逐渐实施自己的杀手，重炮轰击，近距离打完腹部打头部。但对手的前手啊相当不错。对，拳感、距离感都非常控制非常好，而且非常放松。对，这位老将经验很丰富的，而且他是拿到过洲际冠军。在泰国这个级别里面，他算是数一数二的选手。对。第一回合应该说一上来，泰国选手打得很有章法，出击迅速，让伊利夏提吃了点小亏。最后伊利夏提逐渐的利用自己的两侧的攻击，勾摆组合，身体的打击，重炮对轰，逐渐的在扳回自己的劣势。但是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，伊利夏提也不可小觑。从资料显示上看，对手 KO 率非常高啊，17胜13次 KO。伊利夏提的拳是很重的，前手非常迅速，哇，后手伊利夏提迅速的反击，两个人都在交换重拳，哎，这一下是击倒还是绊倒？我们看裁判如何啊？裁判认为是击倒。两个人近距离的对拼当中啊，伊利夏提的重炮还是更胜一筹，他的力量优势显示出来。这样硬拼的话，查勒破啊，结束了。突然出现了一个状况，查勒破在第一回合
打的其实很放松，很有节奏感。第二回合突然好像改变战术，要与伊利夏提对拼重拳，结果近距离这么对拼下来，伊利夏提的重炮实在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厉害。再补充介绍一下，刚刚在台上进行的是一场应该打满6个回合的超重量级168磅的较量。没想到这一场6回合中外大战这么快就结束了。本想着今天的比赛太多的意外，对，太多意外了。本想着对手卡拉波瑟瓦苏克这么有经验的选手，而且战绩也相当不俗，水准一定是相当高的。第一回合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，但第二回合在近距离的对拼当中，伊利夏提突然爆发，2次重拳击倒对手，裁判最终宣布比赛结束。现在又想看到这个比赛不要这么快的结束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比赛已经在电光火石之间决出了最后的胜负，太快了。伊利夏提已经是这个级别全联盟 WBO 大中华区的金腰带的拥有者。今天对阵泰国的洲际冠军，依然展示了自己的强大的杀伤力。在这2次对攻当中，无论是拳的命中率还是力度，极具穿透性。其实伊利夏提的绰号很有意思，叫低调男孩，为人非常谦虚。对，他为人很低调，性格很好，非常谦逊。但是在拳台上，他的重炮杀伤力是一点都不谦虚的，要打你，要轰倒你，一点不会留情。